體貼的愛，作者青蘋果，愛萬民靈修分享。當照耶和華你神吩咐的守安息日為聖日，6日要勞碌做你一切的工，但第7日是要向耶和華你神當守的安息日。這一日，你和你的兒女、僕婢、牛、驢、牲畜，並在你城裏寄居嘅客旅，無論何工都不可做，使你的僕婢可以和你一樣安息。你也要紀念你在埃及地作過奴僕。耶和華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來的臂膀，將你從那裏領出來。因此，耶和華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。呢一段經文係神嘅十誡中第四個嘅誡命，充分表現出神係一位非常體貼周到嘅神。佢每週安排咗一日嘅休息日俾你哋，作為我哋嘅工作時間表嘅規律。呢個係平衡生活嘅健康嘅一種建議。佢亦都創造咗太陽、月亮同埋所有嘅星座，幫助我哋建立有秩序嘅曆法，平衡我哋嘅日常生活。最重要嘅計劃係耶穌基督嘅救贖，幫助我哋脫離滅亡。研讀一下聖經啦，衷心咁樣挖掘神對人類嘅體貼。呢一個說法係反映咗一種普遍嘅神學理解，佢嘅根源係在於聖經嘅創世故事。上帝喺第7日安息，賜福俾呢一日，並使呢一日成為聖日，從而確立咗神聖嘅工作同埋休息嘅節奏。呢個概念喺十誡中係得到詳細嘅闡述，其中安息日嘅誡命係強調咗休息嘅神聖重要性，並且視為上帝為人類身心休憩而提供嘅慈愛之舉，而唔係僅僅一個規條。最親愛嘅天上阿爸父，感謝你嘅體貼，你真係非常之愛我哋，連我哋嘅作息時間表都為我哋預備咗一個體貼嘅安息日，仲有安息年，充分話俾我哋知，我哋需要休息，去更新我哋嘅生活節奏，去補充我哋嘅生命活力，帶動我哋嘅活潑嘅創作力，使到我哋生活有健康嘅平衡節奏。祈禱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求，阿門。各位網上面嘅朋友同埋主內嘅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有感動嘅話咧，就俾個 like 我啦。如果你係覺得可以同朋友分享咧，就撳 share 啦。如果你覺得我想知多啲愛萬民靈修分享嘅小道理嘅話咧，就可以撳右下角嘅鈴鐺，免費訂閱神嘅平安頻道啦。願神大大嘅祝福你，再見。